来看赖清德，甲伊新北市万里的老祖厝捐出来做公益，有律师来计算着万里周边的厝价，讲赖清德的老厝市值大约是60万左右。国民党团今仔日开记者会，讲赖清德的万里老厝是2003年起的，无算是寄存违建。国民党团阁提出着资料，讲赖清德敢若有土地，并无地上的建物，根本袂当来信托。民进党的立委是甲炮火对准着国民党的马文君甲廖先祥，讲因的厝嘛是违建，而且搁较大间、搁较豪华，爱国民党唔通两套标准。万里的旧厝，赖清德讲要捐出来做公益，所以引起哪力的对呛。地上建物建号共0栋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建物，只有土地。重点在这里，它不是违建，它是一个寄存的建物。另外，有人阁指控赖清德旧厝是万里地堡，也不实际来看，万里边的厝价最近卖出去的总价90万。有律师伫面册写讲，这个赖清德旧厝敢若29平，以建平单价1.9平来算，市值差不多是60万。针对赖清德万里旧厝的违建，国土署2昨有发文表示，目前中央地方针对废矿区进行清查，赖清德旧厝并不是个案。着急要认定是违建，又阁无提出解决的方案，恐惊引起民众的不安甲顾虑。国土署现在来做打手，你不觉得？我用白话文讲，就是要他就地合法了。赖清德都愿意捐出来了，其他只是行政处理问题。国民党还继续泼脏水抹黑，还有马文君、廖先祥、张志伦、谢依凤的豪宅，国民党为何不吭一声？违建的争议，赖清德是针对房屋税已经提出申报。赖办表示讲，新北财政局已经收到申报资料，将会派人去现场会勘了后核算税验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